Change room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Sit back to your corner. All the way. Judge. Timekeeper. Okay,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穿黑色短裤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高尔基，而皮肤稍微黑一些的是裘伦。是的，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藏族小伙儿，来自著名的恩波格斗俱乐部。上来双方也都比较谨慎啊，高扫，这是一场57公斤的银量级的对决。哇，层次，是的。逼上来，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进攻动作。后头打到，高扫，但没有中，对手抱身体要摔，对，要顶住，最后闯上双腋下，来一下，现在是的，直接拉入了对手，好的，进入到了齐正位，奇怪，对，高尔基刚才的这一下真的是有点让人想不懂了，这一拉直接拉到齐正位，没错。抓紧时间来箍住裘伦的颈部，简直送了一个对手一个巨大的空档。没错，这个齐乘啊，就是自己的背齐乘，真的是送给对手的。好，找到打击位置了，危险了。对，现在裘伦这个位置打击非常的舒服，小心。对，裁判 Steve 果断的叫了一个 TKO。这个自从高尔基送给对手一个巨大的破绽之后啊，这个裘伦就没有放弃这个优势，是的，直接把对手给终结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啊，持续的压制性的进攻输出，直接让 Steve 叫了一个 TKO。在这儿也要恭喜藏族小伙裘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至第一回合1分34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刘宇文化促进会秘书长、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刘流川先生为获胜方颁奖。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胜选手。